哇，阿公也把頭拿毛嘅樣式改變，真經係動有勇氣呢。唔但只行較好看，咪行較有精神。不過阿平對呀原本剪短頭拿毛，煞有動多嘅考慮，你開始思考自家較適合嘅樣式。佢哋家下嘅對話當中出現嘅呢，就使用嘅詞彙韓國語言咯。向下來看，球毛誒，球毛誒，天生捲髮的人，天生捲髮的人，男細眼強用板個，揪毛誒，揪毛誒，剃頭，剃頭，理髮，理髮，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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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毛茸茸，毛茸茸，毛髮綿密的樣子，毛髮綿密的樣子。我將去剃頭店剪頭拿毛，我將去剃頭店剪頭拿毛。我剛去理髮店剪頭髮，我剛去理髮店剪頭髮。做乜嘅頭拿毛剪咁短？做乜嘅頭拿毛剪咁短？你為什麼頭髮剪這麼短？你為什麼頭髮剪這麼短？我係球毛誒，我係球毛誒。我是天生捲髮的人，我是天生捲髮的人。男細眼強用板個，我係揪毛誒，我係揪毛誒。像結尾強樣毛茸茸，像結尾強樣毛茸茸，像狗一樣毛茸茸，像狗一樣毛茸茸。